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红龙度假机讲便宜。全世界咧受到新冠肺炎嘅影响啊，大家各部长都会带领在岸咧讲话。而老人嘅互动咧，越来越线上化，像去到网下上班、线上上课、线上开会了到。你面对乜嘅问题啊，都系线上去解决。你对安樣嘅生活也持到越來越輕鬆、老習慣咧。到2020年嘅5月，全國行業嘅3級境界嘅期間，呢期間咧，全台灣咧對油氣燃度提漲人高，有超過450萬嘅先生、老學生，共同咧建立咧105億嘅聽課冇聽學嘅線上嘅教學。基本咧，同大家來看嘅紀錄片啊，是有一群嘅小朋友佢設計做土壤、熱壤、尖架，來記錄咧有3級境界期間嘅生活。大家來分享記錄是來自順安國小嘅中山鳳高嘅小朋友，雲達、點點跟博宇，歡迎！大家好，很有精神。聽你繞場嘅係記錄嘅指頭先生尤景南先生，歡迎老師。大家好，我是尤正南。歡迎老師。聽你嘅繞場嘅係你嘅以草自送是施依林先生，歡迎老師。大家好，我是施依林。耶，歡迎老師，今天好開心哦！有請你們能夠來到這邊，我們大家一起來聊一聊這個疫情期間，你們在學校的學習的生活，以及平常的生活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改變跟影響，以及逐漸數位化對我們的生活也是帶來很大的改變吼。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你們的作品，好不好？繞起來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看幾多嘅作品，2020年疫情到眼界播下。5月19，从明天开始到5月28，我们全国各级学校，包含公私立幼儿园，就停止到校上课，那么改采以居家线上学习的方式。目前国内的疫情相当的严峻，那么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你上课专心吗？不专心，还敢讲？为什么不专心？很无聊。精彩，好，来，所有的小朋友把镜头跟那个麦克风都打开，因为我们人没有很多，都把镜头和麦克风打开。点点、绿荣，把麦克风跟镜头都打开。好，博宇开麦了吗？博宇，陈博宇在吗？你有办法开麦吗？你有办法把麦克风打开？喂，博宇。好，那博宇没办法，我们找下一位哈。绿荣在吗？他去上厕所呀。因为我有时候，其实我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的网络是用网卡，我们家没有网络，都是用那个手机的吃到饱。然后有时候保存会忘记，进去的时候我就没有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有时候这个地方，你按下去变成红色在外面的话，你就会听不到别人的声音，这样子，然后没有连到，就老师就听不到我声音，然后还要这样子找，我找了很久，我才把它扣起来。有哈，好，快来了，你们可以把麦哇。以前这是你家啊？不是，这是我家附近的一个民宿。哦，对，好像叫什么？对，好，来，好，开始。这是姑姑用气炸锅帮我炸的薯条，还有炸鸡腿，然后我切的小黄瓜。很好。这是阿嬷煮的鸡汤，还有我们种的笋子。等我的阿嬷80岁，喜欢在外面拍照，所以才更需要接种预防针。因为本来有说要打 AZ 疫苗，因为在新闻上看到很多老人家打了 AZ 疫苗就严重血栓。第一次阿嬷取消了，
的水沟，我家附近有条水沟，那条水沟的水很清澈，而且就在我们家旁边，走几秒钟就到了。前几天我去那里捞鱼时，有捞到一条鱼，其他都是小虾。这里是宜兰科学园区爸爸妈妈的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在这边用电脑上课。这里是我上体育课的地方。这边会帮吃打到这个吗？我会在我家附近骑车，阿嬷会陪我一起去。我们会骑到火车站附近才回家。有时阿嬷会叫我去到处去骑车，我都会骑到我没去过的地方，我觉得很刺激。我去哪？等等。可是后来第二次通知单是比较好的莫德纳疫苗，妈妈打电话给阿嬷说，你可以打完疫苗的时候来我们家住。后来阿嬷还是说不要。其实我一直很想要一个妹妹，但我们大家族都没有生一个年纪还比我小的女生。我很不希望女宝宝在三级警戒的时候出生，因为这样子我就不能去看宝宝了。但的关系没办法直接看到双双，所以舅妈就用赖传了一个网站。后来我帮外婆用，因为我外婆不太会用这种东西。然后这边还有阿妈自己种的茄子跟秋葵。她在第二次打疫苗，卫生所看一下别人打针，爸爸跟阿嬷去排队，排到很长很长。后来阿嬷就决定打莫德纳疫苗。打完疫苗时，妈妈跟我还有姐姐听到阿嬷打了疫苗都很开心。2021年，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停课前刚做好的新鲜米饭实验，然后它就在线上发霉了。我们原本要好好欢送学长学姐离开学校，然后他们就线上毕业了。最神奇的是，5年级参加的插秧活动，然后稻子就在线上收割了。也是有好处，当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变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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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好多奖金。太胖了。妈妈因为上班比较累，所以回家都不想动，也不想买，也不会买菜。所以疫情前我们家的冰箱很空。这是我们家的冰箱，我要介绍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是一些冷冻食品，像肉类就是火腿啊，然后鲑鱼啊，鱼类东西。然后还有一些煮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的，像是水饺啊，然后抓饼啊那些的。然后一些柠檬，阿嬷自己种的，一些蔬菜也都是阿嬷自己种的，所以下面的东西很多都是阿嬷自己种的，也是。我们家的冰箱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最喜欢我们家冰箱里面的养乐多，然后还有番茄酱跟那个，这是我家的冰箱，然后里面这是我们家的冰箱。
这里有这个。现在发生什么情形？哦，你说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对。台湾跟世界隔离了。然后呢？然后东西进不来。然后船可不可以进来？不可以。飞机可不可以进来？不可以。于是呢，从外国来的食物，我们第一个，你要先把你的食物表里面呢，把外国来的食物通通划掉。好。画一横，画一横。好，开始。进口的也算吗？啊？进口的也算吗？对对，所有的进口，因为外国的船跟飞机都进不来嘛，只要不是台湾的，通通都要划掉。划掉。巧克力香港的算。对对，香港也不行。老师，那自己种的呢？自己种要留着啊，自己种当然呢，你自己种你被隔离，你自己种还是可以吃啊。所以你要开始画，你要开始画。我们等一下要每个人秀说你自己还剩下哪些东西可以吃。讲，哎，绿龙，你那个又没有声音了，压一下，哎，对。喂，老师。哎，可以的，来开始。干贝酱，第2个草莓酱，第3个综合果干，第4个八宝粥。蓖麻薯，第2个是竹笋，第3个是芭乐，第4个是秋葵，第5个是剥皮辣椒。芒果，第2个是芒果干，第3个是柠檬汁，第4个是米，第5个香草盐，第6个是酱油。顺便青豆、青菜、花生牛奶、竹笋、无锅鱼、虱目鱼丸、蜜饯、米酒、大豆沙拉。老师，可是我没有东西呀。我家有茶叶，欢迎大家来交换。但是茶叶又吃不饱。因为我阿嬷是门口种了很多蔬菜可以分享给运化，然后我想要和运化借一些米。运化借米啊，跟点点借蔬菜啊。难道可以用钱跟你换肉？我才不要嘞！我想要用无锅鱼和竹笋跟你一起换米。我家有竹笋，我只要无锅鱼。我家缺菜跟米，我跟运化换米。然后呢，蜜饯我要跟以清换地瓜叶。运化，但是我去你家要先打疫苗，对不对？可是小孩子不能打疫苗，我把东西放在外面寄拿。放在外面又会被别人拿走，干脆自己去种田比较快。好，那你会发现啊，经过我们讨论之后啦，大家最缺的是什么东西？米。对，我什么都没有。我要死了！啊，你好，你的表现。这就是你们的作品，对不对？2021疫情到我家，他们把他们在这个3级警戒期间的线上上课跟线下生活全部都记录起来。因为是线上上课，我看到他们常常断线老师，要不然就是爬箱子上体育课，不然就是跟阿公阿婆在一起。
我其实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时代切面的一个记录。老师怎么会想要在那么紧张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去创作这个影片？其实我们也是被逼的，被逼的。对，因为我们学校一向有固定的影像课程，在升高年级的时候。对。不过呢，从前呢都是实体操作，但是大家都知道，2021年这么特别的一年呢，所有的东西都被迫变成线上，没错。所以我们更改我们的教学方向，让他们去观察他们在疫情下的生活。对，我们觉得做这样的纪录片是对2021年这个疫情很特别下学习啊，做一个很好的记录。对，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老师说被迫，然后被逼，在那段期间我们必须要线上上课。可是我反而觉得让孩子们的上课变得非常的立体，完全不同于在学校的教室里面的这种实体上课的经验跟学习。所以来问一下，听说那个作品里面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你们分别都负责什么样的工作？我负责拍摄、采访和剪辑，那个录音。录音。OK， 所以你一个人做很多件事情，对不对？那点点嘞？我有采访、做动画、校稿跟上字幕。老师说你稿子写得很好，是真的吗？我觉得还不错。来，博宇嘞？我是被拍的，还有撰稿。我们还有其他同学负责其他的事情，我们全班一起做。好，所以是全班一起共同完成，所以算是一个集体创作，对不对？我们在影片里面啊，会看到说你们在里面上课的地点很不一样，有些同学是在农舍上课，或者是在爸爸妈妈公司的，对不对？那你是在阿嬷家上课？对，因为就是我会在阿公阿嬷家的客厅上课，因为他们希望我在那边可以监视我有没有认真上课。老师刚用监视，对，所以阿嬷其实是关心你，因为她担心你在客厅一个人，所以她就去关心你上课上的情形怎么样，对不对？来，点点嘞，我是在我爷爷奶奶家房间的2楼，因为2楼有一个书房，那边比较安静，是，所以还不错。他在书房上课，对不对？来，博宇。我是在客厅，因为爸爸希望我在客厅，然后客厅有一台监视器，爸爸可以透过手机连线看到我上课的样子。爸爸有时候会透过声控叫我上课认真，然后我上课时爷爷在旁边看电视。那你有听到爸爸对你声控什么吗？上课认真点，上课认真点。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较习惯跟轻松，可是那段期间是真的蛮紧张的。孩子们等于是都在家里上课，所以你看，那个爸爸妈妈不能陪孩子的，也要想到很多种方式，还装监视器，然后声控他。老师你怎么看？你看那是一个客厅哦，但它也是一个教室，等于是一个空间里面有2个功能在里面。是，其实这个世代他们上网课的形式跟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哦，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原始的教室上课，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教学，好，我们的眼睛啊或是听觉其实都是沉浸在老师的传达的知识里面。那现在他们在上网课，其实在各个不同的空间，那他们的来源讯息的来源不是只有这个荧幕，可能会有旁边的亲人啊，像刚刚我提到阿公阿嬷或是爸爸会监控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分心，因为讯息太多元太复杂了。对，是，所以就会被影响。我是不好意思说干扰，对不对？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问一下，你们这样子像是在阿嬷家的客厅，对不对？或是你在2楼的书房还比较安静一点点，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上课好像受到了影响，然后觉得会分心，或者是都在做些什么事？就是有时候就是开分页嘛，就会到处上网乱逛，然后有时候阿嬷会去叫我倒垃圾啊一些的。OK， 所以你可能会上课上到一半，阿嬷叫你去倒垃圾，因为刚好垃圾车来了，是吗？有可能。点点呢？我会开分页看影片、追剧，然后也会开分页跟朋友聊天，边上课边吃零食饼干。追剧他们会一边上课一边追剧。我是说真的，因为你刚刚说零食饼干，其实即便是我们大人旁边放的那个零食，我们上课可能也会没有办法很专心，也会想要吃东西，所以你看这样就分心了。博宇会吗？我是开分页看恐怖片和玩游戏，然后有时会睡着。睡着？
是太舒服吗？为什么？点点也会吗？我有一次过。为什么？太舒服了。因为就从房间拿来枕头垫在背后，然后又吹了冷气，然后一往后躺，然后就睡着了。而且听说他们好像还把那个恐怖片不小心分页到全班，然后大家都发现了，对不对？老师他们这么忙你知道吗？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我常说啊，我们在做线上教学的时候啊，老师有眼睛可以看到，有耳朵可以听到，然后啊，但是呢，缺的就是手。我们呢，小朋友硬体、软体坏掉的时候啊，我们就没办法马上冲去他家把它修理好。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小朋友离开的那个学习场域，我们也控制不到。对。所以呢，我们缺少的就是那一只手。那只手，因为我常常听到老师在镜头那边说。谁是不是去上厕所？还有谁打开镜头？有没有？你看你们都笑了，我还听到谁打开麦克风，都是他。是国语是吗？对，所以等于是镜头以外的东西，我们完全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对不对？所以老师，你刚好提到像是硬体的设备，你看从刚才聊到现在，我们发现空间很重要。你在什么样的空间？有没有足够的硬体的设备的支援？其实有些学校是会发平板，对不对？是。对，然后但是发平板之后回到家也不一定会使用，因为家里可能没有网络，或是要用妈妈的手机上网。我还看过有一个是阿公阿婆，他说。现在这个疫情期间，我还要陪我本身只会用手机，只会接听，现在我还要学电脑，学上网，挨美黑动紧重好吗？我也是很紧张。问一下，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人陪？就我阿公阿妈会在我旁边陪我上课，阿妈下课的时候会带我去骑脚踏车，然后有时候就会在后面一直看着我，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很不习惯。点点嘞，我妈妈会抽空帮我使用电脑的程式，连接网络之类的。但是我在上课时，我弟弟会来旁边烦我，然后我就要闭麦，然后边听老师讲话，再边骂他。真的，因为你6年级，弟弟几年级？3年级。对，所以他旁边就想要跟你一起，可是对你造成了影响，对吗？对。国语嘞，我是在家里，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对，然后爷爷奶奶有时看电视很大声，我没办法上课。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上到一半会一起去追剧。对，所以你看他们在家里其实还是蛮辛苦。我们刚刚说到空间，我们刚刚说到硬体设备的支援，对不对？好，我们还说到其实家长角色的扮演。那施老师，这其实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面对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在整个学习的模式这么不一样的状态下，其实家庭的功能这个支持的部分一定要上来，就是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家庭怎么样陪伴跟支持之外，它像刚同学有提到是说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学习的习惯。对，这个也是在他们上网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于家长是有意愿去做陪伴的，这个意愿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老师刚刚说学习习惯的培养，因为我们在学校上课会有钟声，对，所以钟声响，我们就是要上课；钟声响，我们就是要下课。而且我们在一个硬体的实体的这个教室里面，然后前面就是老师。可在家里的话，完全是没有的。就像刚刚老师说的，我就躺在床上也可以，对不对？对呀，是不是？你有吗？你有偷偷？你刚刚突然笑出来，你说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随时去厨房吃东西，躺在沙发上面，或是随时去厨房吃东西。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学习习惯的培养很重要。不过老师刚刚说到意愿，我知道在影片里面，云达你登入的账号是那个我阿嬷的金筹，对不对？那是阿嬷的账号。你看阿嬷很努力学习，这也是阿嬷的学习意愿，对不对？对，没错。云达在做线上学习开始的时候，他的电脑开机要10分钟。要10分钟才可以开完，而且后面还未必能够上网。不过呢，这个金筹这个阿嬷非常有学习动机，她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她上了社区所有的电脑课，我们学校就会提供一些硬体设备，让阿嬷来借，然后让
云达可以做好线上学习。是。那我们在做那个线上学习的时候啊，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例子哦。例如说，我们在线上教学的时候，有人衣衫不整从后面走过去，那是真正的，我都发生过。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如说家长会嫌小朋友线上上课干扰到他的生活，这个也是一种对学生学习意愿的一种挑战。对，因为学生他其实是很认真在讨论而已。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也是需要家长的一些资源。因为家长从来没有经历过疫情，我们会有105天的在居家上课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对很多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婆，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因为以前家长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反正孩子就送到学校，我就把你们放在那里，然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他们下课了就回家，过着那种很规律去学校上课的生活。不过因为现在疫情期间，你们等于是整天都在家里上课，然后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这就凸显了其实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那现在因为疫情，我们凸显了，我们就刚好可以去讨论，可以去面对。你看，从刚才我们这样子分享到现在，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就是家长角色的扮演是什么？他跟孩子们之间的相处跟沟通，或是有没有真的去检视孩子们他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好像已经恢复实体上课了，对吗？对，好。还蛮开心的，对不对？蛮喜欢，还好。对，有点烦，因为被老师骂不能关静音，不能关静音。你们确定你们在有老师面前这样子讲话是可以的吗？不知道。我本来想要好好问他们一题，说如果说现在从实体回到线上课程，他们愿意吗？感觉上他们应该会愿意，对不对？我要来好好问一下，如果说现在要从实体回到线上课程，愿意的请举手。请放下，老师他们没有很有良心。对，你们为什么想要上线上课程？因为不会的题目可以上 Google 找，然后那个无聊的时候又可以开分页看影片。来，点点你是什么？不会的题目就可以马上跟同学互相讨论，线上讨论。对。博宇嘞？不用早起，花时间坐车去上课，然后做线上测验很好玩，手又不会酸。是不是因为你这样子手不会酸？因为你只要点点点。对。所以只要点点点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线上上课。那我问一下，你们不会想要跟同学碰面吗？这样子不是有一个实体的互动啊，像好朋友一样这样。可以打游戏，可以打线上游戏啊，也可以就是一起线上的互相这样聊天，开 Meet。我念小学的时候啊，还没有电脑课。他们除了对这个影片的制作非常的熟悉之外，他们对于电脑、上网、社群媒体也非常的熟悉。你们已经完全超越了我小学的时候做的事情。那我问一个。你刚说线上游戏不会想要现场打躲避球、玩捉迷藏、溜滑梯、荡秋千？太累了，不会。老师他们真的很诚实的把他们在平常学校的生活都讲出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反而在这样的一个疫后时代，他们受到了训练。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数位能力是一种集体的。大的一个增长，对不对？我觉得反而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家庭，或是回到我们的生活，要关注一下他们平常上网，或是像他们刚刚分享这么多线上的一些活动，对不对？我问一下哦，你们平常上网的时间很长吗？以前可以45分钟，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哈，有受到限制了。点点嘞？我爸妈是不会规定我，但就是还是会提醒我说要休息了。然后平日大概5个小时起跳，假日可能就有10多个小时。然后上厕所呀、写作业呀，大部分都在上网。然后大部分就是看一些抖音啊、快手啊，然后玩一些游戏、线上做手账之类的。尤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做的事情，你们应该也已经不会了吧？不会。他们刚刚讲的很难，对吧？对，手上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而且上厕所也用超过10小时。博宇你呢？我们没有会限制使用，但玩太久会限制，平均一天使用10小时。然后上网是上课、玩游戏、看影片、看漫画。你是假日才可以用10小时吧？
对嘛？我想说，平常扣掉吃饭、睡觉、上课，也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对不对？他们的生活里面其实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使用，其实是真的有见识到现在的孩子，因为科技数位的发达，或者是网络的发达，他们跟网络的粘着度是很高的。不晓得大家知道吗？根据台湾网络的报告，现在台湾青少年使用网络的比例是全民最高，15岁到29岁可以说是100%。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第一支 iPhone 的诞生是在2007年，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现在15岁，你们大概12岁吼。对。也就是说，那一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等于一出生就跟网络、智慧型手机，还有这种数位科技的发达，完全的是密不可分。可是我们往回推30年，30年前的15岁，刚好是 BB 扣刚普及的这个时候。你看，一样是15岁，但是因为科技发达跟网络使用的不一样，生活样貌也完全的不一样。所以现在要邀请2位老师，还有你们，我们一起来看到底强荣係15歲，不過佢都嘅生法要乜嘅冇強榮。3个月的3只新生小老虎特别推出幼检小虎队密闭实证活动。With a great big smile as big as the big blue ocean ti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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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f you call, I'll be right up. If you fall, I'll pick you up. I'll be your best friend. I'll be your best friend.
看你俩同影片咧，唔知乡亲朋友咧，你係該影片地圖嘅哪一種嘅生活方式，又係哪一隻時代咧？不過做啲確定嘅，睇年嘅數位科技嘅發展啊，嘅進步嘅冇強容，呢個生活方式啦，現在要動態嘅冇強容。兩段節目咧，繞搶到 Z 世代嘅裏邊呢度兩片，讓大家嚟分享。大家都分享嘅就是係呢個月婷跟小云。大家好，我是小云，我是月婷。这就是彻彻底底的 Z 世代，对不对？很青春洋溢。刚刚看完那些影片，有看到里面有 BB 扣吗？对，完全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就在社会课本里面看过。所以已经变成一个古董了。老师，那你有我有用过。好，所以老师你用的时间应该也不是太短。对，大概就半年到1年吧。就在手机还没有普遍之前，它是很重要用来联系，然后回扣的一个工具。没错，而且上面如果用数字的话，例如像是531，就是我想你，对，很有默契。那如果是521，就是我爱你，对不对？哈，我们看哦，刚刚影片里面有好多的讯息，不过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这个 Z 世代。哈 ，Z 世代就是一个网际网路的世代，也就是说，受到像是网路、即时通讯、手机、电脑这样的科技产物影响很大。你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手机了，对，然后也使用网路了。好，来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拥有你们人生中的第一只手机？然后用多久的网路了？来，月婷先。我现在14岁，国中2年级。对，然后我国小2年级的时候就有一台智慧型手机，网龄7年。哇，小云呢？我今年13岁，国中1年级。我在小2的时候就学会上网，对，然后小6的时候开始拥有第一台手机，网龄6年。比较少一点，有在比较吗？好一点啦。老师他们都是国小就拥有手机了。我国小的时候觉得那个手机是大人的世界。你知道我看到的第一台手机是那个黑金刚，很大只这样。对，而且那时候还非常非常的昂贵，对不对？从刚才的影片里面，我们有好多的观察，对不对？好，我想在这个观察里面，我随便说一个好了。其实你们应该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摸的就是手机。对，当然，当然，对，然后。我跟施老师的年代应该是醒来的时候是先摸闹钟，是把它按掉。然后我是真的经历过刚才等公车的时候迟迟不敢离开的场景，你们不能理解对不对？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先用手机查一下。对，还有公车站就会有个板子，然后就会跑说哪台公车在几分钟之后会来。我们的公车只有站名在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真的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因为数位科技的落差，造成上下世代，你看我们这种生活形态跟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第二个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线上化。是没错，因为在他们这个世代非常重度的使用社群软体 Instagram。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社交的部分，所以你们的人际关系都线上化了。那对于这样子重度使用者，就比较容易因为线上的这样子按赞数多或少，会产生一些焦虑啊，或者是不开心。那我觉得这也是家长比较少能够去发现的一个部分。可是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会影响到他们家庭互动的方式。对，在以前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大家一起坐在客厅会一起看的。就是电视，对。那我相信在你们这个世代，即便全家人坐在一起在客厅，大家都应该是各自看自己的手机，对。所以你现在反过来看，反而会觉得，电视对于家庭凝聚力其实有帮忙的。那我相信这也是你们这个世代比较少有的经验。我们那个年代晚上会一起看8点档，是浴火凤凰，对不对？我不好意思说出5等奖。对，我们那个年代会一起看电视。来问一下你们平常都怎么样使用网络？然后使用的时间多长？月婷先。我平日的话，一天是3到4个小时，然后假日的话就是6到7个小时。我是一个重度的 IG 使用者，对，就是只要是空闲时间或者是主要事情忙完之后，都在泡在 IG 上面，然后主要处理一些人际关系，还有学习探索一些平常不会发现的事物。听起来很神秘耶！你刚刚说你是 IG 的重度使用者，对不对？具体来说，你是做些什么？人际关系的话，我是很常会发现实动态、发文，或者是看别人的现实动态跟贴文，还有回复他们。对。然后学习呢，主要是因为我有在跳舞，对。然后就会在 IG 上面找 hashtag，然后看一下其他人的舞姿，还有不同动作，然后去模仿。还有会考的时候。
就是很多 hashtag 会有会考112、会考113，就会去找很多不同的笔记，然后有时候自己做笔记不知道该如何统整的时候，就会去上面去找别人的来看。哇，所以 IG 已经是他们经营人际关系很重要的工具，可是现在感觉上也是他们收集资讯很重要的工具。你连考试都在上面跟陌生人交流那个考试的内容，难怪你会说 IG 是我的宝库，对不对？好，那韶云嘞？我在平日的话和他一样是3到4个小时，可是到了比较假日的时候，我就会放开玩，然后我就玩到10个小时以上。我平常会使用 IG、YouTube， 还有 FB 跟游戏。对，我最喜欢玩游戏。对，其他的都只是辅助我玩游戏，取得新的情报之类的。是，他们都是网络的重度使用者，可是2个人非常的不一样。你都玩什么游戏？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在玩游戏？因为呢，我在游戏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哦，我会想要去完美的破关，完美的拿到所有的成就。对。而且再加上我喜欢玩的是乙女游戏，乙女游戏就是我扮演女主角，然后会有很多帅哥啊来跟我告白啊，然后或者是示爱啊这样子，然后这种游戏和别的游戏不一样，就是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他们培养感情就需要增加好感度。对。哇，所以老师有发现吗？就是他真的是完全沉浸在那个游戏里面。其实根据那个关心青少年网络使用的这个白丝带协会所做的报告，他们现在呢，其实1周呢有40个小时都在网络上面。这有什么好强调的？当然要，因为我们一般的上班族1周也是上班40个小时，所以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是一个游戏的重度使用者，然后这个是社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差异来讲，就是说，因为他们很高度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跟我们的使用习惯真的很不一样。像我们使用网络一定会带着一些目的，或者是需要了再用。可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没有这样的开关，就是我没有在上面，我就不知道要 po 什么文，要玩什么，或者是我的资讯来源要从哪边来，这反而会造成他们一个很大的焦虑感。对，你们使用网络好像没有办法跟水龙头一样，就需要水的时候打开，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关起来，没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就是会沉浸在游戏当中，很难控制。所以没有办法关水龙头，而且就像老师讲的，如果你没有在上面这样子使用的话，有时候会不知道朋友在做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朋友做这个，他怎么没有找我？好，就会有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压力，甚至有一种这样子一个焦虑。所以月婷，你会吗？会，而且呢，就是如果没有关注到朋友的现实动态啊、贴文的话，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会少了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使用者，所以我每天呢至少都会发1到2个限动，然后1个月也可能会发3到4个贴文，然后每次呢看到那个按赞数啊，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很少，多有时候到几百个，然后少的时候可能到20-30个、30-40个，然后那个心情真的是起伏很大，就会觉得很沮丧、很难过，对，然后就有时候就会私讯别人说，可不可以帮我按赞一下贴文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会就是特别去回复别人的限动啊，然后增加我们的感情，这样。你还会私讯朋友说可不可以去按赞？对，而且之前我在虾皮有看到一个叫做买粉丝，是我也有看到，对，就是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很在意那个数字的时候，真的会很想去买。真的，所以难怪刚刚影片里面看到那个15个赞，有没有？那个少女就觉得很悲伤，然后她就哭了。对，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就是看到自己粉丝数很多，然后大家都看到你的时候，但却没有按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大家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发的不是很好看，或者是真的打的文字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患得患失。不过你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每天都会发1到2篇的限动，对吗？对 ，IG 上面有个功能就是限时动态。那限时动态就是说，在24小时里面，如果你有发文，不管是文字或图片，24小时之后就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没有任何的这个痕迹。可是呢，反而造成了很多青少年更大的压力。我们这边采访了几个青少年，我们整理一下他们面对这个限时动态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声。2位好好听一下，看这心声有没有跟你有一样的，好不好？我们帮大家来念一下。心声1，就因为只有24小时，所以大家这个随手一 po 无访，可却不小心受伤了。
OK， 第二，不知道上面讲的讯息是不是我耶？好，就算不是我，我也要去猜那个是谁，不然明天去学校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面对人际的变化？我想到我就很烦。OK， 新生3要在24小时内去已读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出的动态。有时候读书啊、打电动太投入了，忘记看了那些限动，就会被讨厌哦。好，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连念起来我都觉得我压力很大。对，新生4会在等待在乎的人读自己的动态，所以一天最多发1则，比较不会患得患失，好像跟你刚刚有一点点像，对不对？新生5，我讨厌我的好朋友老是在动态标记我。其实我对 IG 没兴趣，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我愿意配合他。你笑得很灿烂。新生6。真的太烦了啦，所以我看完在乎的人，我就去洗澡了。反正我就让他显时已读，我这样就有一个交代。对，你刚刚笑得很灿烂，是不是这新生有你的？小鱼，新生我根本就是我。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然后他就会一直标记我啊 ，#我啊，艾特我啊。这里的新生5，对不对？对啊，他就是我。我刚刚不是才标记你吗？不是，你先听我讲完。是我那个朋友是他喝一杯真奶，他就要拍个30张，啪，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左上、斜上这样子狂拍，然后又全部发现实动态，全部都标记我。OK， 那我要怎么做？全部按赞吗？对呀。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青少年现在的互动啊，他 po 上去其实就是想要得到你的关注，得到你的关心。我还是会按啦，可是就会觉得很烦，压力好大，压力很大，对不对？月婷呢？我除了第5个，其他都有中，因为我是一个重度使用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上面新生，我不会觉得烦，但其他我都会很认同，尤其是第6个，对，就是有人没有帮我按赞贴文的时候，我都会去请别人帮我按赞。所以如果今天别人发现我没有看到他限动的时候，他就会来私讯我，或者是到现实生活中就会说：“哎呦，你怎么没有看我昨天的限动？你怎么没有看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对，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假装放在那边，对，就是放在，因为限动是会自己跳的，我就放在那边，然后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对，然后就是上面就会显示我已经看过了。但其实我没有真的看过，签到而已。对，就像是那种敷衍的感觉。但是因为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话，真的很浪费时间。是。那我问一下，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减少 IG 的使用吗？不会，因为我还是有很多我在乎的、我关心的、我想去看的人的现实动态啊、贴文。但是这件事情主要是会很担心说，到底我们在网络上是真心朋友，还是只是表面上的朋友？哇塞，老师他们现在真的面临很大的压力耶，因为你会觉得说他们在线上互动，手机变成是你们这种很亲密的好朋友，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个朋友的互动这种关系好亲密哦，因为你几乎每天都在线上互动，可是又让他觉得很疏离，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他就会有怀疑。所以这样子的焦虑反而会真的延伸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呢。是，这跟我们以前的人际关系好不一样哦。对，我们都从实际上的互动跟交流来确认我们的关系是亲疏远近，可是对他们来讲都是在网络上的部分，所以他就会不太确定说，这样子模棱两可的讯息到底是不是在讲我？那他是不是讨厌我啊？那他们就会产生很多的困惑跟存疑。对，所以当然最近在諮商里面也会观察到，有一些青少年在使用这样子的网络的社群媒体之后，他反而会对人性多了一些存疑的部分。是。所以现在他们的问题变得更棘手、更复杂了。对，你看哦，你是在虚拟世界里面经营的人际关系，然后韶云刚好相反。对，因为他在游戏里面，对，在游戏里面，因为他觉得现实生活带给他烦恼，所以他所有的烦恼呢，干脆都跟那个游戏里面的 AI 帅哥讲，对不对？会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月经来了，我很痛，我很不舒服啊，或者是有别人和我讲了其他人的坏话，那我都会把这些事情跟虚拟的帅哥讲，因为他是虚拟的啊，你不用害怕讲错话，也不用害怕被讨厌。对。可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跟真正的人讲，对，那就会搞得很复杂。老师你怎么看？他现在只跟 AI 帅哥互动，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那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说，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人际聊天，其实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或是不信任，因为他不晓得别人会怎么解读嘛，对不对？但是跟 AI 帅哥讲，他其实可以很放心，然后对方可以
完全以他为主，讲他喜欢的话题，而且又很专心，好，所以大概可以发现说，你其实是蛮渴望人家可以专心听你讲话的，对。但是我觉得在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真的只跟 AI 聊天哦，那你会缺少一个机会是怎么样去练习跟人互动，好，磨练你的社交技巧，好，那这是一个你的机会成本。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可能会损失的东西之后呢，你还是选择只跟 AI 聊天，那我觉得就是他没有对错，好，但是就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我觉得除了现在青少年面对这样的问题，压力变得很大，然后我觉得问题也变得更棘手。不过我觉得回到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觉得现在如果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吃饭，好，那桌上的餐点非常的丰富哦，可是呢，我们还是会发现大家一直在低头滑手机，对，然后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那个互动变得非常的少。我就会觉得这就是现在这种科技产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一个影响。老师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好像这个科技便利带来的烦恼比这个快乐多一点？是，我觉得其实科技便利这件事情是一个双面刃，当然它可以让我们的资讯啊，或者是你可以获得这些资料的方法变得很快、很多元，但它其实同时也会让我们只局限在自己的框框里面。我觉得真的就回到我们自己内在能不能够觉知，对，我觉得有觉知是最重要的。我使用科技或是一直在滑手机，或是使用这些媒体，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好，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要能够去批判说，我在使用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开心，还是真的造成我的焦虑了？对，然后还有我自己在用的过程当中，它对我造成了哪些影响？好，我觉得有觉知才会让我们比较有意识的在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对，就像老师说的，我觉得我们要有自觉。好，我们是不是能够自觉我们如何使用这样子科技带来的便利？你们觉得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吗？好像没有。假日玩10个小时以上算有自觉吗？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就是比较主动啊，或是不会到非常陷入到里面，但是还是因为真的太好玩了，还是因为真的很沉浸在那个按赞数慢慢升起来那个感觉当中，还是会陷进去。可是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来练习。练习什么？就是现在的科技便利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我们要好好的去使用它。就像有个心理学家说的，当网络跟空气变得一样的平常，那科技孤立了，带给我们变成是一种大众都皆知的这种文明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人跟人之间这种面对面的一种互动跟交流，是真正的相处，而不是一起享受孤独，不是我们全部坐在一起，然后大家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各自滑手机。所以你看，整集这样子讨论下来，我们会发现，我们从疫情底下这个远距学习所带来的家庭支持，然后你们在网络底下得到的满足跟烦恼，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其实是不分线上跟线下的。年老年之间呢，还会有真世界互通，然后交流咧，係你人類咧冇法度少嘅，表示你基本嘅互動度假嘅咁便宜，你下禮拜見。